歡迎光臨 Super 廚房，請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。蟲草花浸半個鐘頭備用。清洗三刀魚，將三刀魚去鱗。清洗三刀魚，三刀魚斜切三刀，方便蒸熟。切薑絲，有啲放喺碟底，有啲就鋪喺魚嘅面上邊。蟲草花預先浸咗半個鐘頭之後清洗，用大火先蒸魚4分鐘，落薑片、蟲草花略炒，不起備用。啲魚大約蒸咗4分鐘啦，我哋就放埋啲蟲草花落去一齊蒸。跟住就冚蓋，蒸多佢大約7至8分鐘。啲魚蒸熟咗啦，我哋就爆香啲薑，啲薑同埋啲油放入蒸魚內，再加入蒸魚豉油，咁樣呢，蟲草花蒸魚就完成啦。睇完片之後，記得俾 like、分享同埋訂閱。